有迄缘人讲，红迄底，啊，这新年抓抢嘛，迄缘人讲红迄底，花莲的看抓抢好。经过这个桥，要不到啦。好，经过这个桥，就要到花莲啦。加8年，加8年。加8年，你再加8年。像潮路这。好，不要。好，潮路要到花莲，要到花莲啦。哦，讲过这个桥啊。哦，下在7点半，讲一项啊，即马8点尔，出发咧，啊，即阵已经要5点。哦，已经要5点了呢。哦，因为今年95岁，今年95岁，85啊，这要90啊，哦，80多岁啊，这要90啊，人也唔惊讲坐车坐8点钟左右，都勇敢的。坐车坐8点钟左右，哦，还去泰国开放讲了坐到12点钟。到花莲都8点钟啊！万国要坐清迈是12点钟。万国到清迈12点钟。12点钟。佢收回嚟走嚟哦。佢收回佢走12點鐘。好，真正啦，開放夠辛苦，真講，開放真辛苦。这花莲几久啊你？这是啦。花莲那这花莲。到花莲咯，到花莲咯，要5點啊，到花蓮咯，要5點啊，到花蓮咯。点啦。对啊，